国内经济方面来关心的是，即马央行呢，昨是出手来换盘，互台票落7.22角。今仔日换美金又搁开出29.88块，这盘中呢是有开到29.164块。有专家是预测讲，出现这款的情形，真有可能就是台美之间这贸易的谈判已经成功啊。也那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讲，即马包括台湾在内，真侪国家这利率拢比美国要搁较低。新台币兑换美金汇率6月30日央行出手关盘了后，当盘7.22角，总24年来单日上大的盘爆。拜五新台币一开盘，随登到升值的行势，29.88块开盘，盘中到29.164，升7.38角。昨天美元指数又再次下滑，那所以说就反映到国际货币一个趋势，所以说今天台币又再次回升，那这是一个完全反映市场动向的一个结果。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，一直补办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，一直发联准会就降息。顶个月底，国家各国央行利率悬加做排名，对这张表看到，其中台湾利率2%排伫咧第10名。And if you look at this chart, this is a chart of all of the interest rates of many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. At the top is Switzerland. They're only paying a quarter for interest rates. Cambodia, Japan, Denmark, Thailand, Botswana, Barbados. 专家认为，美国联准会所落来降息的幅度，若超出市场的预期，降2码到3码，美金才有可能在一面大幅度行掉。有学者讲，国内央行做利率决策的时阵，一直拢真保守，所以汇市未受利差的变动影响。我们的汇率受到美元跟台币它供需的影响，这部分它的影响比较大。因那伫咧股市的部分，受到美国4大指数收红，台股初一早起早盘是强弹超过380点，盘中上悬到22730点，创波段的新高。台积电盘中上悬是1095块，起35块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